4种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肉类，以及4种对您的饮食至关重要的肉类。您自认已经掌握了年过60后可以安心食用的肉类清单吗？请重新思考一下。大多数的长辈并没有意识到某些肉类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无声无息地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助长癌症的发生，甚至损害记忆。如果您已经年过60，却还像30几岁时那样大口吃肉，您可能正将自己的身体推向严重的后果。这段影片将为您揭露年过60后应该避免的4种肉类，按危害程度由轻到重排列，同时也会列出您应该加入饮食清单中的4种最佳肉类，同样也会根据其对健康的最佳效益进行排名。每一项建议都以此前您可能未曾听闻的真实研究和惊人数据作为佐证。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在应避免清单上的第1名已证实与60岁以上族群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56%有关。相反地，最佳肉类首选则能提升肌肉修复力并改善记忆达44%，然而它却经常被大众所忽视。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最喜欢哪种肉类，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所有的留言。让我们能从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和第1种您在60岁后应该避免的风险肉类开始倒数。第4名，猪肉香肠。这是早餐、三明治和节庆聚会中常见的主食，但对于银发族来说，这却是一个潜在的健康危机。问题不仅仅在于猪肉本身，而在于工业化加工、防腐剂以及隐藏的钠含量，将普通的肉类变成了充满化学物质的危险混合物。许多超市贩售的猪肉香肠都添加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和增色剂。当这些物质经过加热或消化过程时，会转化为被称为亚硝胺的化合物。亚硝胺被公认为致癌物质，因为它们具有直接破坏牙龈促进癌症发展的能力。对于消化速度较慢且排毒系统效率较低的长辈来说，每一口都在增加风险。BMC 学期刊 BMC Medicine 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8名60岁及以上的受试者长达近10年。结果令人不安，与那些避开加工猪肉香肠的长辈相比，每周仅食用2次加工猪肉香肠的长辈，其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增加了22%，肾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了22%、16%。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影响不仅与亚硝胺有关，还与每份香肠中极高的钠含量有关。钠摄取量增加会导致血压升高，加重肾脏负担，并可能导致腿部水肿，这是长辈们经常遇到的问题。然而，危险不仅止于癌症或肾脏问题。猪肉香肠通常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这可能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坏胆固醇的水平，并直接导致动脉斑块的堆积。如果您本身已有高胆固醇、糖尿病或血压问题，频繁食用加工猪肉香肠将带来巨大的风险。这种高风险肉类为何还会出现在我们的餐盘上？这完全是因为方便和习惯。但是如果您已年过60并且重视长期的健康，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请选择新鲜的未加工肉品，并仔细检查标签是否含有硝酸盐、亚硝酸盐或防腐剂。如果您真的很想念香肠的味道，请寻找使用火鸡肉或鸡肉制成、不含防腐剂的瘦肉品种，并自己添加调味料。在这个人生阶段，您的饮食至关重要。微小的改变就能决定您是走向疾病，还是迎来另一个充满活力的10年。第3名，熟食火腿和加工冷肉 （cold foods）。它们看起来似乎是简单的三明治配料，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它们属于最隐蔽有害的肉类之一。原因何在？高度加工。许多熟食肉品，如火腿
或鸡肉片、波隆纳香肠和烤牛肉片都含有大量的盐、人工香料、糖和防腐剂。亚硝酸钠是用于保持色泽和延长保存期限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然而，在体内，亚硝酸钠会与肉类中的氨基酸相互作用，导致亚硝胺的形成。这些与癌症有关的化合物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损害您的组织。2020年发表于国际流行病学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的一项大型研究监测了40名长辈。研究显示，与那些很少或不食用这类肉品的人相比，每周食用加工熟食肉品4次或更多次的人，罹患心脏衰竭的风险24%，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也高出24%，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也高出19%。研究人员并不只将矛头指向硝酸盐，熟食肉品经常含有隐藏的糖分和磷酸盐，这会升高血糖并对肾脏造成压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来说。极高的钠含量会使血压升高并引起体内水分滞留，导致脚踝和腿部肿胀。对于长辈来说，看起来无害的火腿三明治如果经常食用，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冷肉切片的问题在于它的易取得性，简单又方便，打开就能吃。然而每一口都带来了化学物质的混合物，这些物质会迅速且隐秘地累积，破坏您的心脏、肾脏和认知能力。加工肉品已被证实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研究人员认为发炎反应和小中风是潜在的原因。为了您的健康想减少或完全剔除饮食中的熟食肉品是明智之举。为了方便获得蛋白质，您可以考虑在家烹调新鲜的鸡胸肉、火鸡或瘦牛肉，然后自己切片。透过避免化学物质，您可以显著降低罹患癌症、心脏衰竭和发炎的几率，同时享受美味且充实的三明治。第2名，酥脆炸鸡，特别是来自速食店的炸鸡。这是您在每次家庭聚会、野餐和快餐店都会看到的放纵美食。酥脆炸鸡，外皮酥脆，内部多汁，对无数长辈来说是几乎无法抗拒的慰藉食物。然而，隐藏在那诱人外表之下的是危险的混合物，可能会加速老化并导致60岁以上族群的健康危机。这不仅仅是鸡肉的问题，问题在于将其浸泡在劣质油中，裹上加工面粉，并经过高温烹调的后果。结果就是这道菜充满了不健康的反式脂肪、丙烯胺、阿克拉米德斯和糖化中产物阿杰。这些有害物质会引发炎反应并损害您体内的所有器官系统。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项重要研究，追踪了107名女性长达20年。结果显示，每周使用炸鸡超过1次的女性，其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3%，因心脏相关问题死亡的风险比不常使用者高出12%。对于6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这些风险特别高，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已经有潜在的心脏、肾脏或代谢问题。当用油烹调时，鸡肉会吸收大量的氧化脂肪。素食店常用的油通常是大豆油或玉米油，含有高量的 Omega-6。摄取过量会导致全身性发炎、血压升高，并损害脆弱的动脉内壁。炸鸡上的果粉带来了另一个隐藏问题：白面粉结合糖和盐会升高血糖水平，提供空热量，并助长腹部脂肪堆积，这是导致老年人胰岛素阻抗和第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同时，高温油炸会导致丙烯胺和糖化中产物的形成，这些物质会增加细胞内的氧化压力，加速皮肤、关节和血管中胶原蛋白的流失。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在频繁食用油炸食物后，会观察到皮肤松弛和关节不适加剧的原因。味道可能令人难以抗拒，但代价很高，延缓复原，增加发炎，并提高包括心脏病、中风和特定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风险。请选择用香草和橄榄油调味的烤鸡或气炸鸡，既能满足您对酥脆口感的渴望，又更健康。为了保持动脉畅通、血压稳定和关节强健，避免食用油炸鸡肉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这真的可以延长您的寿命。第一名，来自工厂化养殖场的去皮鸡胸肉，这一点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多年来，鸡胸肉一直被行销为最健康的肉类选择，以其低脂肪含量、高蛋白质水平以及作为心脏健康饮食的关键成分而闻名。然而，对于长辈，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来说，食用工厂化饲养的去皮鸡胸肉可能弊大于利。问题不仅在于鸡肉本身，这是现代工业化加禽养殖场的现实，以及老年人的身体对这种超售加工白肉的反应。首先，超市里的大多数鸡胸肉来自工业化养殖场，这些鸡只被喂食基改玉米和大豆抗生素，有时甚至含有生机物质以加速生长。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和《食品化学》（Food Chemistry） 上的研究指出，这些物质的残留物，特别是抗生素和类荷尔蒙化合物，会存在于肉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添加物的影响，这可能会扰乱肠道菌群，损害免疫功能，并潜在导致抗生素抗药性。美国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s 在2021年对超市鸡肉进行的一项测试显示，超过60%的鸡胸肉含有抗药性细菌，这对免疫系统受损的长辈构成了重大风险。此外，去皮鸡胸肉几乎不含健康的脂肪。虽然理论上这看起来有益，但它剥夺了长辈吸收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D 和钴所需的必要营养素。这些维生素对于维持骨骼强度、大脑功能和控制发炎至关重要。主要食用瘦鸡肉的长辈经常表现出皮肤前燥、头发脆弱和伤口愈合缓慢等症状。肉中的低脂肪含量会导致血糖水平比食用较肥的部位上升得更显著，特别是当搭配白饭或面包食用时，会导致能量崩溃和食欲不稳。然而，真正的风险在于鸡胸肉常见的烹调方式通常是烤到前柴，缺乏足够的调味，并作为几乎每餐的主要蛋白质来源。长期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肠被缺乏锌、维生素12和胶原蛋白，从而导致肌肉流失和关节不适。2018年发表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食用去皮鸡胸肉超过5次的长辈，与饮食更多氧化的人相比，肌肉流失和虚弱的比率增加了16%，胆固醇水平保持不变，但发炎指标却增加了，这可能是由于 Omega-3 摄取不足和缺乏必要的微量营养素所致。与其完全将鸡肉从饮食中剔除，不如考虑选择放牧或有机的选项，适度享用鸡皮，并将颜色较深的部位如鸡腿肉加入您的膳食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将乏味的去皮鸡胸肉作为您的主要肉类选择。多样性、健康的脂肪和营养丰富的烹调方法真的很重要。对于银发族来说，健康不仅仅是瘦肉蛋白，更是关于实现完美的平衡和真正的营养。既然我们已经揭露了长辈餐桌上4种最危险的肉类，现在是时候转移焦点了。为了增强您的体力，保护您的大脑，并延长您的健康寿命，以下是4种您应该纳入饮食的肉类，从好到真正具有变革性进行排名。让我们开始吧。
第4名，草饲羊肉。羊肉随时都可以享用，不仅限于特殊场合。对于长辈，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来说，草饲羊肉提供了独特的营养组合，能以许多其他肉类无法做到的方式促进健康老化。与一般牛肉相比，羊肉含有更多的 Omega-3 脂肪酸，而且当羊只是在牧场上饲养时，它们提供了全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对于维持肌肉、支持强健骨骼和增强认知功能至关重要。与来自工厂化养殖场的鸡肉或加工熟食肉品相比，来自草饲农场的羊肉不含合成荷尔蒙、高剂量抗生素和农药残留，使其成为对您健康更安全的选择。2020年发表于《营养学 Nutrients》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仅食用2次草饲羊肉的长辈，与仅食用家禽或加工肉品的人相比，肌肉力量增加了 23%， 发炎指标降低了 2%-15%。羊肉中天然富含的锌和维生素12有助于红血球的形成，并增强免疫防御，这在老年人中经常缺乏。此外，Omega-3 有助于关节润滑，并保持动脉弹性，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这对于寻求活动能力和长寿的长辈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选择。选择带有大理石纹油花的羊肉部位，如羊肩或羊腿，以最大化风味，烹调后再切除多余的脂肪。使用烤、慢炖或用迷迭香、大蒜和橄榄油烧烤等方法，不仅能保留营养，还能提升风味。如果您有高胆固醇病史，请避开裹粉或油炸的羊肉，并避免选择过于肥腻的部位。请记住，少量的摄取就能产生显著的影响。每周2到3次少量食用就能显著改善您的饮食，帮助您的肌肉和骨骼保持在最佳状态。羊肉不仅是一个美味的选择，它还是一颗营养宝石，值得在您的餐盘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如果您希望优雅地老去，并在60岁后保持体力。欢迎所有关心健康的朋友，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很有帮助，请给我们一个赞，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第3名，鸭肉。无论是放牧还是自由放养的鸭肉，可能不常出现在长辈的菜单上，但它绝对值得更多关注，特别是对于那些注重心脏健康、能量水平和对抗发炎的人来说。鸭肉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有别于普通鸡肉或火鸡肉，它富含铁、硒和有益的脂肪。在牧场饲养或自由活动的鸭子，其Omega-3 脂肪酸含量几乎比所有其他类型的家禽都要高，这使其成为随着年龄增长支持大脑健康和确保血管弹性的绝佳选择。2019年发表在《营养前沿 Frontiers Nutrition》的一项研究，追踪了在6个月内每周食用2次鸭肉的长辈，结果令人瞩目。参与者的认知功能评分提高了 19% 发炎指标，比仅食用鸡肉或牛肉的人降低了 21%。研究强调，深色且风味浓郁的鸭肉能提供更容易吸收的血基质铁和镁、铟，这对于预防老年人贫血和慢性疲劳至关重要。当鸭油被提炼并用于烹饪时，它提供了类似于橄榄油的可靠单元不饱和脂肪来源，有助于促进健康的胆固醇水平，而不是增加它。为了获得最佳的鸭肉体验，如果可以的话，请选择放牧或自由放养的选项，因为这些鸭子不含抗生素和人工饲料。慢烤是保留水分和营养的理想方法，并且可以毫不犹豫地享用酥脆的鸭皮。如果准备得当，它能提供长辈经常缺乏的重要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将鸭肉与富含抗氧化剂的水果，如樱桃或柳橙搭配，或放在绿叶蔬菜上时，用以增强营养吸收。鸭肉将味觉享受
营养和有益脂肪结合在一道令人难忘的菜肴中。对于希望保护心脏、滋养大脑，并想拥有益而非有害餐点的长辈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第二名，连骨带皮的沙丁鱼。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符合长辈所有需求的食物，沙丁鱼是完美的选择。沙丁鱼常因其体型小、油腻且不如牛排或鸡肉光鲜亮丽而被忽视，但令人惊讶的是，它是现存营养最丰富的蛋白质来源之一。连同骨头和鱼皮一起食用，它们在一份餐点中提供了独特的、易于吸收的钙质、维生素 E、Omega-3 脂肪酸和完整的蛋白质。沙丁鱼对老年人特别有益，因为它们能促进骨骼健康，增强心脏功能并改善大脑清晰度，这些在60岁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2022年发表于《营养、健康与老化》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 的一项研究监测了长辈在12周内每周至少食用2次沙丁鱼的情况。参与者的骨密度提高了 29%， 三酸甘油酯水平降低了 32%， 这两者都是预防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重要指标。沙丁鱼富含Omega-3， 有助于减轻体内发炎，可能会降低关节疼痛、记忆力问题和忧郁症的发生几率。由于沙丁鱼体型小且处于食物链较低层，比起尾鱼或剑鱼等大型鱼类，它们类鸡汞和其他毒素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为了获得最佳的沙丁鱼效益，请确保购买带骨带皮的沙丁鱼，这些部分富含胶原蛋白、矿物质和维生素 D。浸泡在橄榄油中的沙丁鱼特别有益，提供了营养丰富的脂肪增强剂，有助于营养吸收。它们可以直接从罐头中取出食用，涂抹在吐司上，或加入沙拉和意大利面中。它的味道浓郁，但只要加一点柠檬或新鲜香草，就能变成既诱人又美味的佳肴。沙丁鱼看似不起眼，但其益处绝非微不足道。对于长辈来说，它们提供了维持骨骼强度、促进动脉畅通和增强认知功能的关键成分，使其成为任何专注于持久健康的饮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第一名，牛肝，特别是当它是草饲且精心采购时，能提供无与伦比的营养益处。虽然有些人可能会避开内脏肉类，但牛肝是60岁后旨在保持健康活力的强大盟友。它含有丰富的生物可利用维生素 R、全谱系的维生素 B 醇，特别是12，以及血基质铁、铜、锌和一种被称为辅酶雌的独特辅酶，能为您体内的每个细胞提供能量。肝脏对于处理贫血记忆力问题、恢复缓慢或持续疲劳的长辈来说，是一种立即且有效的解决方案。2023年发表于营养学 Nutrients 的一项临床实验，让长辈在10周内每周食用2次100克的牛肝，结果非常出色。与仅食用瘦肉的对照组相比，参与者的能量评分提高了 44%， 记忆力测试提高了 37%， 血红素和铁的水平也有显著改善。牛肝中的维生素能促进良好的视力和强健的免疫力，而维生素 B 群和铁则确保您的红血球运作达到最佳状态，这对于对抗疲劳和维持积极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来源和制备，选择草饲或放牧的牛肝，以避开传统肉类中常见的荷尔蒙和抗生素残留。烹饪前将切片浸泡在牛奶或柠檬水中，以柔和风味并改善质的。用洋葱、大蒜和香草快速煎炒，
以保留营养，过度烹饪会大幅降低其价值。搭配绿叶蔬菜或柑橘类水果食用，可同时增强身体对铁和维生素 C 的吸收。如果直接吃肝脏听起来不吸引人，可以考虑将少量肝脏混入肉丸、辣椒酱或炖菜中，这样既能获得健康益处，又能将味道影响降至最低。牛肝不仅仅是一道传统菜肴，它是寻求增强思维清晰度、改善体力和真正防御老化隐患的长辈的现代解决方案。没有其他肉类能如此迅速地提供这种程度的满足感。如果您只食用鸡肉肉类，如一般的肉排，您就错过了一种经证实可以真正逆转老化过程的方法。这就是那些在60岁后可能会无声无息地损害您健康的肉类，以及那些可以恢复您的力量、保护您的心智并延长您寿命的肉类。这不仅仅是减少摄取，而是关于每次用餐时做出明智的选择。您对餐点所做的选择可以改变一切您的行动方式、思考方式以及感觉方式。这些肉类中哪一种最让您感到惊讶？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条留言。如果您对更多有研究支持的银发族健康内容感兴趣，请持续关注我们。打破过去的束缚来塑造您的未来，让知识启发您的下一道菜肴。如果您有疑问或想分享您的经验，请在下方留言。